祭饭王这一段呢，让我想起来，就是以前啊，就是我们的父母，就是以前我们的父母都会觉得说，就是男孩子如果能够娶到一个很赞的老婆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他一辈子就是可以过着幸福的日子。然后女孩子也是一样的，如果可以嫁到一个对她还不错的老公，这样子他们那个父母亲就会觉得很欣慰。可是后来，在我接触就是圆梦啊、放生啊，然后才有接触到说多多少少看一些像这样子的一些书，然后再去了解一些观念。其实我发现。其实吼，这拢是咱传统时代人的想法。刚讲真正囡仔嫁娶了，时代人就真正责任了嘛？好像不是好像又是另一个担心的开始。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大概5、6年前吧，那时候淑华就是被他们家里面的人误认为说你敢逃亡不安，其实他很伤心的离开他的夫家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是很痛苦的。可是啊，经过大概这2、3年，他后来有一天他才发现说，原来啊，这只不过是借着一个点，让他就是出离那个家庭，然后走入另外一个有佛法的一个开始。后来当他自己惊觉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其实他发现他是幸福的，然后反而是他离开那个家之后，变成那一个家有没有？是应该是来讲是空虚的咧，因为囡仔拢离开迄个所在啊，所以我在想的时候真的一件事情它都是一体两面的，然后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，因为没有所谓的对跟错，可是这一切都是有因缘的啊，所以啊，其实净饭王啊，我觉得真的啊，不要说出为人母，其实做父母亲的都一样，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能够按照传统这样子，可是有时候真的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子是对小孩子好的。